要為出海企業咧係提供到位嘅支援咧，就需要按照唔同企業嘅需要咧係進行適合嘅配對。廣導係指咧我哋要有一支龐大嘅專業服務隊伍，可以咧俾企業咧佢哋能夠放心自由咁樣咧係選擇。而呢一支嘅專業隊伍裏邊咧，更加適合唔同規模企業佢哋嘅專業服務提供者，俾呢一啲嘅企業咧去選擇。深度咧係指我哋要針對企業出海嘅行業嘅類型啦，同埋佢哋出海嘅目的地，去製作一份咧係專門而且咧係精準嘅專業服務提供者名單，係俾企業咧去參考同埋選擇。亦都會用好呢一個服務平台，為香港嘅專業服務提供者帶嚟更多嘅商機，係進一步提升香港專業服務喺海內外嘅影響力，亦都為香港經濟發展注入新嘅動力。